最近他的人生第一知己回单位了，他每天可快乐了，他才不会想我呢。那我们回哪儿呀？还是去他家算了。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。这2年，你做的比我预想的好得多。咱别自吹自擂了，成吗？你得下班了。明天我们再详细的聊一聊升空测控的通信问题。哎，你这下班的闹钟这么准时啊？我答应过嫂子要监督你，这2年绝对不让你加班。今天我和你一起下班。哟，这加班小狂人跟我一块儿下班，不会是公主殿下到上海了吧？啊，他的戏杀青了。看来不用独守空闺了，有时间带着公主殿下来家里吃饭，你嫂子惦记着她呢。行，这次应该有空。哎，我提醒你啊，殿下不喜欢这个称呼，你再这么叫他，他会发脾气。我又不怕她发脾气。冲我发脾气？好，你也别美，嫂子那边呢，她也会告状。我说你们2个都几岁呀？我才不想他呢。你讲道理，别那么傲娇。于老师肯定不可能翘班来接你啊。他肯定很想来的。他才不会呢。最近他的人生第一知己回单位了，他每天可快乐了，他才不会想我呢。那我们回哪儿呀？还是去他家算了。大夜戏赶杀青实在太累了，早上又要赶早班机，我要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补个觉。不用给我解释那么多，我都懂的。交通。我说你这谈了恋爱以后人模人样的啊？还是现在依着他喜欢吧，以后再说。哎，你是不是打算先结了婚，然后再原形毕露啊？你这可算是骗婚啊！哎，严重了啊！我们家女明星今年在上海的时间加起来1个月零10天，谁骗谁呀？这事儿得论证一下吧。